恒生私有化嗰單嘢真係精彩過睇戲喎。HSBC 為咗救仔，撥備直接爆升68.63%。你以為恒生私有化就可以埋單走人？恒生啲壞帳而家變咗匯豐嘅催命符。恒生銀行最新嘅數字有幾恐怖呢？預期信貸損失80.5億，升咗68%。不良嘅貸款率2.96%，貸款成數 LTV 74%。相當於層樓值100蚊，銀行就借咗74蚊出去。最大嘅問題係，而家香港啲樓冇人要，你想斬倉就冇人接貨喎，你想拍賣冇人落必，只係能夠望天打卦。恒生出事，邊個最傷呢？就梗係佢阿媽 HSBC 啦。最近匯豐股價由高位跌落超過1成，表面係中東局勢，有冇可能係其實恒生呢個包袱一直都喺度拖累緊呢？再加上壞帳嘅壓力，停回購、發債保資本，股價上升都難啦。匯豐早排已經放風，未來幾年可能炒10%嘅人手，用 AI 取代中後台。究竟係數碼轉型定係炒人止血呢？我係金仔，下集見。